介紹翻呢本 Geekon 嘅 Moderator setting 方法㗎。咁呢度簡單啦，天線輸入輸出，咁 HDMI、Composite Video，咪聲，咪電源。另外上邊咧有個 LAN port，咁其實意味住可以行 IP 咧入去 set 嘅。咁入 menu 撳 OK，入 menu 睇到 OK，入 menu。咁其實都 preset 好晒，呢台都冇乜特別嘢嘅。Moderation 香港，因為 DTMP 都係香港同埋大陸國內用啦，咁佢就唔需要揀啦，因為香港用。咁揀翻 channel 啦，呢度全部都 preset 晒已經，咁我冇乜特別嘢。咁如果冇問題行21啦，呢驚佢撞嘅啫，最主要係呢個係 DVB-TS 呢啲唔需要點 set 佢，跟住就 system，可以 set 翻夾翻你個 level， 如果有需要用電腦去 set 佢 program 嘅時候，需要夾翻呢度。咁有一個 moderation 嘅制式就 DTMP 香港嘅制式。跟住下邊都係 battery default， 如果有需要亂咗可以有呢度 battery default。基本上冇乜特別嘢搞。